阿強，我以後都唔會用2合1、3合1、4合1、5合1，甚至乎12合1嘅洗頭水噶啦，因為我終於知道，中意一個人就好似揾一個啱自己洗頭水一樣，就好似好多人因為貪平、貪快、貪方便，所以用2合1、3合1、4合1洗頭水，就好似佢哋中意一個人，因為覺得對方靚，同佢合得嚟，同埋有緣分，所以喺埋一齊。其實諗深一層，呢啲都係佢哋自己俾自己嘅2合1、3合1、4合1、5合1嘅藉口。你曾經同我講過，每一個人洗頭嘅時候，佢用洗頭水同護髮素嘅分量、洗頭時間嘅長短，同埋洗頭時候嘅水溫都唔同，就好似最珍貴嘅愛，永遠都係嚟自相處、彼此嘅諒解、彼此嘅揣摩。當你揾到一隻啱自己洗頭水嘅時候，呢一世都唔想改，永遠都唔會變。揾到自己中意嘅人都係咁樣。我已經揾到啱我嘅洗頭水，同埋我中意嘅人，嗰個就係你。